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这礼拜呢，咱要来讲这个英国的新闻啊，因为伤久无讲啊，真的，感觉拢特别看这个英国变做上熟悉的青粉人，DJ Q 这条最熟悉的陌生人吼。对，因为拄好这个过无偌久，这个英国就要选举啊嘛，所以咱即阵呢想要来讲这个英国的选举。即届呢，我总算是有去登记投票啊，所以呢，哦，好我好， 4号会当投票。嗯，啊，进前咱伫第一季的第8集的时阵，其实有小可小解过即个英国的选举的制度。有兴趣大家会当转去看一下，听一下。毋过简单来讲，就是英国的大选，就是即届讲的即个 General Election，是咧选你迄个选区的国会议员代表。刷来呢，因就会算讲看遮的国会议员是啥物党的，有几席。上济席的迄个党呢，就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党主席通常就是即个首相。遮我想要提一个，就是讲英国的民众对即个选举制度呢，其实毋是完全的满意啊。这10几年来呢，一直有人咧研究啊，咧算各种的即个统计，讲因讲感觉讲即个制度伤老啊，伤原始啊，因为伊就是为即个中世纪以来就开始咧用的。即个制度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伊会互即个小党较歹生存，而且伊对即个选区较大的即个国会议员来讲呢，因就需要去得到较济选票，才有法度得到一席一个席处。比如讲，2023年一篇卫报的投书就有讲，即摆的选区的算法是用登记投票的人数去掠的，毋是实际的人口。所以大都市啦，比如讲伦敦啊，都有足侪少年人啊，也是讲细厝的人，也是讲移民。因遮的人呢，人数诚济，毋过呢，有去登记投票的人口就无遐济。安尼，所以因遮济人内底才有一席。比起来，遮东南部遮的退休人口诚济，遮的庄仔呢，因人少，安尼嘛是一席。安尼就比起来就诚无公平啊。毋过我有去查着资料是讲2020年有定画过即个选区啦。毋过我想讲，这可能是一个需要一直就是一阵仔来去调整的一个物件安尼。好，佫讲当然即个选举的制度呢，即个英国的大选伊毋是固定时间的，伊竟然有规定讲上长袂当超过5年，所以通常即个执政党呢，伊若执政无啥物问题，伊4当了后，伊就会通知方式去改选国会。规礼拜了后，就会举办即个大选。像即届呢是 Rishi 是即个5月30号讲要宣布改选国会嘛，就选着即个7月4号来投票，因为因咧讲大部分的传统就是爱拜四投票安尼。佮趣味的就是伊改选国会了后呢，逐个国会议员因呢就无即个职称啊，国会内底就无人啊就无即个国家就无国会议员啊。煞来进前若是即个法条若是还未写好，就等于上无爱啊。真的吗？嘿，就即了就爱写去了，讨论。即个时阵是要创啥诶？就是逐个就是甚至遮个国会议员都无头路啊！即个时阵就是转去家己诶选区开始竞选。因为因讲安尼嘛会当避免遮个政治人物用公家诶钱去宣传家己诶政党。
所以因这段时间就是要领政府的钱就对啊。对对，应该是哦，嘿。嗯。啊，毋过你敢知影瑞士即届伊提早投票的原因是啥？即届会提早投票的原因是，虽然讲伊伫伊住的所在外口好问是讲，因国有做着2项足重要的目标，就是 reducing inflation 甲经济成长超过 G7 的国家。我感觉伊是想要用即2点来稳固伊 Tory 的执政党 ，Tory 就是保守党啦，系啊。毋过我个人私人的记者提供的消息，我私人记者是阮翁，伊讲吼，因为对，因为伊足爱听新闻嘛，伊逐工毋是伫遐看 Guardian， 就是下班倒来就伫遐听 radio 啊，所以伊对这做了解。伊讲是因为今年年底要大选的话，甲美国的大选伤接近嘛。所以国际情绪会比较早去较乱安尼，所以会要提早。毋过，佮加上 Rishi Sunak 可能嘛是 he had enough，对，因为伊真做迄个首相开始的，足侪人伫甲批评啊，所以感觉伊无做首相的时阵的日子会过了搁较好。啊，佮有风声讲伊就是要带囡仔去美国读册。啊，因为美国的学期是9月开始嘛，嘿，所以才决定7月要投票，所以因投完了就当离开啊，嘿。敢会使？伊毋是党主席哦。因为伊的迄区若无选掉，伊就是当走啊，伊就毋是党主席啊吧？因为伊嘛，对，因为伊爱为伊的败选负责任啊。对。啊，无迄当阵是有风声出来讲要甲即个大选提早的时阵，逐个拢是伫伊可能是秋天的时阵，差不多10月啊，即个时阵，所以逐个就是已经 had enough。我昨听着新闻是讲，伊迄个选区伊有足大的机会是无要选伊啊。真正哦。啊，对啊，因为我感觉即届的选举，逐个拢诚侪人拢讲是共党会大赢。因为之前我住的遮5月份来4月份的时阵，其实有一个选举，迄当阵就有几个 city 拢是共党，有遮算是共党大赢，系啊。就是安尼，可能是因为之前迄个选举出来结果，所以逐个对共党会看面较好安尼啊。毋过伊讲的 reducing inflation 甲经济成长超过G7的国家，你有啥物感觉吗？无呢，因为我无咧感觉啊。好。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嘛是食着英国人的喙烂，即摆就是拢感觉讲whatever 啦 ，nothing we can change，就是开始就感觉讲就是随缘啦，嘿啊，我会落去就我落去啊，我袂落去就无。真的呢。对啊。对啊，你的部分敢讲啥？我感觉即届工党真正有可能赢，是因为我住的所在自1918年开始，都拢是保守党伫执政无换过。1918对啊，100党来，超过100党啊咧。等下，毋过你住的所在，遐遐是传统的保守党的所在啊。对，我感觉是啊，因为遮有钱人算袂少。好，安尼，因为遮白人差不多有90%吧。好。毋过即个月我发现足侪厝外口拢插工党的旗啊，之前拢无诶。之前迄当阵保守伫用大选要巩固伊的地位的时阵嘛，拢无人插工党的旗啊。安尼哦。即届阮大家就是按 Wells 倒来嘛，去阮大姑因兜的时阵，
伊当作伊要甲厝卖掉，结果是伊外口是插钢棒的起啊。哦，安尼即届大概真正是有想要政党轮替哦。系啊，系啊，因为我看到足侪社论拢讲，因为保守党已经执政14年啊嘛，啊，即14档的公共的服务的品质就一直咧降啊。对，保守党伊是为啥笑开始就啥物拢私有化嘛？对对对，毋过别人私有化是爱强调讲，要互即个市场的机制去增加遮个服务的竞争力。毋过结果变成是这逐项拢是咧比烂的。对，啊，最后甚至是连因健保拢想要私有化，对，系啊，真正是代代不可啊。系啊，所以即届一寡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讲健保啦、移民啦，逐个无钱就想要找移民的麻烦，无就税啦，系啊，因为公家无钱啊，民众嘛无钱啊，所以都开始讲税。啊，佮有教育含即个气候的问题安尼。啊，要讲即个政策进程啊，先问一下王来，你对即个工党即个候选人有啥物看法？我对伊的看法咯，一开始工党的主席换人的时阵，我有小可问我私人记者的意见。伊讲伊是林权律师甲检察官出身的，所以伊对即个新的党主席的印象袂歹。因为安尼讲，我感觉毋过伊应该是袂做了收歹就对。毋过疫情的时阵，因为做为 shadow cabinet。我感觉伊无提出啥物好诶方向、好诶问题去质询政府，所以我感觉应该甲伊观察看卖诶。毋过佫实在是因为即阵啊，看足侪对伊诶评论拢讲伊是空壳啊、无物件啊，佫反正拢无甲做好诶评价。我着去 Google 伊一寡经历伊捌帮破死刑的犯人辩护过，佫起诉4位伫议会内底伪造账目的议员，所以我感觉伊是有能力的，只是只是因为伊无即个实际经验嘛。伊佫有提过讲，伊要甲铁路、邮政、水甲能源即几项物件重新收转来做国有的，所以我对伊的印象有较好一点嘛。对。我有去看一寡万社的一寡报纸，因为去访问一寡万社北边的庄仔内底的人，看因安怎来看遮的候选人。大部分的人对保守党的即个 Rishi 的看法，就是伊食米毋知米价。对啊，因为最近迄上好笑的新闻，毋是讲伊讲啥？人问讲你细汉时阵上可怜的，还是讲上委屈的时阵是啥物时阵？个伊讲，因为是因兜无啥 Sky TV。哦，对。因为别人囡仔，别囡仔拢是无饭通食，伊是无 Sky TV。过重点是迄当阵应该伫读去迄个寄宿学校伫读册啊，因哪会看着电视啊？哦，对咧。对啊，只你讲笑话。系啊。读个贵桑桑的迄个寄宿学校讲，对啊，伊的委屈是看无电视。真正是，毋知为倒位开始吐槽起来。系啊，好啦，对好啦。毋过伊就是有钱人因兜的囡仔有法度。对大部分人对即个左派工党的看法是伊无个性、无酷势、伤软。因会讲伊是一个啥物 wet lettuce， 像一粒淡去的叶仔菜，是毋是？毋过系啊，毋过嘛袂少人会讲 nothing ever changed。就是讲感觉斗互啥物人拢共款，拢袂。
拢未改变，连拢未改善啦。嘿嘿嘿嘿，对。毋过我嗯，是感觉讲，系啊，因为即种党已经执政足久啊嘛，所对，以换人做看觅啊。对，主嘿啊，要嘛是因为因无共阮共款，咱若是政党轮替，咱是会出代志的，因较袂啊。哦，真诶啊，对啊。嗯，系啊，煞来，我想要讲，咱会当来小可讨论一寡较因政策有关系诶物件。毋嗯嗯嗯，过因为因诶政策足济，所以足歹伫咧节目内底分析，所以诚济可能嘛毋是大家关心诶，所以我着拣一个几个家己较有咧关心诶议题来小可比较一下。嗯嗯嗯，好，头一个是即个因对中国诶态度啦。嘿，先讲就是即几个政党因对即个俄罗斯诶态度，拢是讲俄罗斯就是歹歹人嗯，啊，爱全力来支持即个乌克兰。嗯，毋过对即个中国就无一定啊。诚趣味诶是因为吕信上讲是迄个中国输嘛。嘿嘿嘿，毋过呢，保守党伫伊诶政策其实写甲袂歹，伊伫伊诶即个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er Scheme，就是甲伊逐中国算入去海外诶势力内底，嗯，所以伊会牵即个俄罗斯囥做伙，所哦，以伊会加强对伊诶防备。伊诶哼哼哼，政策内底嘛写着讲，中国对即个香港啦、嘿，博土啦、嘿，新疆诶即个暴行。而哼哼，且呢，伊讲伊要继续伫咧联合国内底 raise concern，就是提醒逐个，而且爱对即个嘿，相关人士呢，含中国北境诶即个相关人士呢嗯，，use asset freezes and travel bans。嗯，就是要对因甲因资产冻起来，佮有互因袂当出境入境嘿。嗯嗯，而且呢，我感觉有另外一个我感觉嘛袂歹，就是因要想要开始即个征兵的制度，就是少嗯，年人因着爱去做兵，毋过因会当选择讲固定的时间的社会服务，嗯哼，还是讲一冬的即个兵营内底的训练。嗯，嘿，我感觉讲，这拢是袂歹的政策安尼。嗯，工党的部分呢，因就是先批评即个保守党即几冬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西瓜碗大饼吼。对对对，即中国较细的时阵，因就讲就徛出来批评中国。嗯，即摆呢，中国若是较大尾的时阵呢，伊就开始跟中国做好朋友。嘿嘿啊嘿，即个时阵，即摆呢，因的即个阿兄吼，嗯，美国阿兄已经对中国已经就伊的意思就是讲已经定调讲中国就是嘿会共压迫安尼，所以伊即嗯，仔就对因的美国大兄讲对对对，无毋对吼。嗯哼哼，嘿，所以保守党就是有安尼的记录啦，所以工党就是去批评讲伊即几冬就是对中国就是西瓜换大饼啊。毋过讲对，工党伊家己的政策呢是较，含你讲的共款，就是较空壳啦，较 vague，嗯哼，较无实际的讲法啦。伊就是讲咱着爱有啥物适当的政策啦，吼。爱避免爱避免啊，会当合嗯嗯，作的时阵合作啊，嗯哼，爱有对策啊。对，所以相比之下啦，就是较无啥物聊啦，因为看袂出来你想要去创啥，嘿啊。哦，好好好好，嘿嘿。毋过因两个共款拢是有摕着香港，等讲等，你讲嘿。讲无啥物料，该安怎就安怎，我想着咱台湾一个小党的师傅讲，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对对。好讲大讲大，歹势歹势，嘿嘿，袂因两个共款拢有讲着香港啦，嘿嘿，会讲着会牵香港徛做伙啊。
啊，毋过呢，我感觉这内底上趣味的就是 Lipton 差不多是英国的第3档啊。我感觉大概要理解 Lipton 会当差不多会当甲伊想做是时代力量。嘿，啊，这 Lipton 呢，因直接摕到台湾2届。嘿，因讲 The UK must support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those threatened by aggressions such as Ukraine and Taiwan. 好，啊，你讲伊就讲意思就是讲，即马咱一定爱支持所有的民主国家，特别就是有防威胁的，比如讲乌克兰跟台湾，啊，咱一定爱徛起来反抗中国跟罗西亚，啊，爱去抵抗因对即个民主价值的即个迫害，啊，煞来伊佫讲另外一段呢，佫讲爱即个看互中国威胁的遮个国家，包括台湾，爱看因呢爱建立一个经济较安全的即个 partnership。咱来做大家来做 partner 吼。所以伊安尼看起来，我真正感觉讲，工党的政策真正需要搁较加油的。啊，毋过我嘛感觉有可能是因为工党伊是一个左派的政党，啊，一般来讲，左派就是会支持多元社会，所以伊伫安尼概念之下呢，伊常常针对一个国家，可能会有即个种族歧视的危险。当然，为咱的角度，咱已经知影讲即个中国就是有做足济歹代志。毋过最近，你知影最近阮大家才来甲我分享讲，你敢知影即个中国人为着咧省即个成本，会当做即济有毒的物件，会食物？我想讲，这我20当前就知影呢。Welcome to 20 years ago 所以表示讲，一定有足济西方世界的人，伊是最近才开始知影中国歹，中国歹人。对。所以因为你知影，就是亚洲对足济人来讲，佫足正兴奋的。就更加莫讲迄伫亚洲发生的代志，因是一定是无了解的啊。另外我感觉有一个真趣味，就是三个政党拢有摕到香港。Lipton 呢，佫讲要加速有即个 BNO 的即个香港人的即个签证处理等等。感觉讲三个政党拢有想要抢即个香港人的票。毋过香港人入来就会当直接投票吗？应该嘛袂使吼。其实我无确定倒来可能可以查看因 BNO 护照的权利有啥货。毋过我感觉这嘛是香港人有抢的价值啊，因为因若抢着因遮的票，因5档了，若6档好啊，因6档地当有投票权啊，因呢做会好的啊。对啊，而且人数足济呢。对啊，而且香港人佫有钱。对，系啊，好。另外一个是即个地方资源的分配。即个保守党甲工党因拢有摕到，就是要互即个地方政府更加较济即个资源甲权力去做决策。像即个万社已经有家己的直选的即个市长，就需要安尼的政策来发展地方。我感觉是啊，无像因除了选 MP 了，伊佫有选一个，像我住即个所在叫 Marcusville 嘛 ，Marcusville 的管理者吗？是安尼讲吗？因这就是无权的啊，毋过佫领钱，所以我就毋知因这无权会当做代志的即个管理者到底是选伊要用啊？恁迄管理者是毋是咱之前讲的迄做吉祥物的迄款市长？对。对，逐个一定爱转去听咱第8集。你就知影我咧讲啥。对。吉祥物的市长。对，就是安尼。即届大选有2个较明显的改变，一个是咱头前讲到，就是可能会政党轮替。对。第二个是
进前有一个足细档的即个 Reform UK 伫某一个民意调查内底，有头一届超过立点变第3大党。Reform 我 UK 感觉我第这足听过呢。Reform UK 哎呦足恐怖呢。Reform UK 伊是 Nigel Farage 的 UKIP 变成的。哦，所以这样是无 UKIP 是变 Reform UK 的对啊。对，伊就是UKIP，伊就是进前的英国独立党。嘿嘿嘿嘿，嘿，就是伊是一个足右派的一个民粹小党，嘿嘿，啊，支持伊的足侪拢是老白男、老白男，嘿，就嘿对，像阮大家啦，阮大官，阮大官嘿，迄款的。啊，进前脱欧的选举的时阵啊，俄罗斯的即个资讯舰 UKIP 就是伊就是伫这头前一直去等一寡假议题，互逐个吵吵闹闹，啊无法度好好啊去讨论即个议题的即个党。所以我感觉这一定应该爱足注意的，因为伊的支持率忽然间变遮济是啥物意思？嘿，我有去问阮翁啊，有讲伊后壁是毋是俄罗斯咧支持？伊讲伊毋知影，啊毋过就算讲是伊嘛无意外，因为呢，进前即个 Nigel Farage 伊有伫咧公开咧报即个 Putin， 甲即个 Putin 报嘿对啊，系啊，所以我感觉即个政党伊即马冲起来变第3大党，逐个一定要足注意的，而且逐个你去甲看伊的政党的迄个 logo 是啥物色的？等下我查，我这样是随查哦。好，你随去查。Reform UK， 嘿对。靠北啊！真是。这毋是迄个，这毋是民众党的心吗？对，就是逐个去迄个水彩吼摕出来，蓝色加青色加倒火，迄就是迄个色。Oh my god！笑起真诶，系啊，足恐怖诶呢。这样子恐怖呢？对啊，感觉即摆即个极右派拢一直咧起来呢。对。唉 ，anyway，这就是对，我想要补充一个我感觉真好笑的代志，因为迄当阵毋是伫查讲，迄啥物啊，选举的日期是当时吗？啊，到尾就有人伫开赌啊，你敢知即件代志？我有看到新闻的迄个 headline， 结果开赌盘啊，就是连迄个啥物啊 ，Rishi， 反正 Rishi 边仔的人有去调查着有去，嘿。啊的，因为出来就是大家拢惊着啊！哈，7月4号，所以因遐伊迄审批的人拢赢足侪钱啊！啊无因是赌什么时阵啊？7月4号啊！哦，系啊，因为伊身边的是属于类似是保镖即款的警察吧，就是可能因早就知影，因早就知影，所以因就去买，因买奖是赢足侪钱。啊，因那博歹叫呢？嘿，因博歹叫，啊，这是就互调查啊，所以因即届保守党有足侪无法度出来选。等下因互调查是因为博歹叫，毋是因为博叫。就是因为内线交易。对。我感觉做好笑。啊，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我感觉真好笑的新闻。因之前毋是讲要甲一寡迄个难民送去乌干达吗？哦对，乌干达嘿。对。啊，即件代志，你敢知因送去的第一位是倒来的？乌干达。对。伊送去的第一位就是卢安达走来的迄个难民，啊，摕3000磅，摕英国互伊的3000磅坐飞机倒去乌干达，啊，毋过伫机场内底消息无去。
好讲我到呾还是沙无，以前咱就爱甲难民送去乌干达的，卢旺达。卢湾毋知啊，毋过想，对我讲即届就真正上好笑，第位会送去就是乌干迄个卢旺达走来诶，啊去互伊沙青崩。啊，个人消息伫机场消息，可能嘛是搁伫英国内底吧。哦，会安尼会当算一下，看伊即抓的时薪偌济？真诶，一点钟差不多偌济薪水？无定以后搁会当拍一部电影，一出电影。哦，对呢，吼。英国真正是一个做古水个做好笑的国家。哦对啊，真趣味呢。哎呀，哎呀，真笑亏。好，差不多。安尼是毋是拢讲差不多啊？系啊，对对对。系啊。所以我感觉我对，嘿，你讲啥物？我想讲，我感觉我介想讲保守党足侪好话呢。你有吗？啊，毋过，嘿啊，毋过我无叫大家去投保守党哦。我感觉大家就是爱去了解你住的所在吧，了解伊的政情。系啊，就是不管住伫英国还是住伫台湾，拢是共款的。你就是爱家己去了解，家己去找资料，啊，去做决定，看你要投互什么人。啊，你投落了，你就是爱为家己的投票负责任啊。对啊。系啊，就是安尼啊。好。系啊。好啦，安尼今日差不多到安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公泰平安，再会。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隆咚隆咚隆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